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责任为谁？62，神山有矿，大量的、稀罕的、价值连城的，他们懂得。在他们的眼中，神山即矿山，当然他们说了算。他们想挖哪里的宝贝，就挖哪里的宝贝。他们人多，来挖矿的也多，连他们的机器都长着细细的脖子，大大的肚子，如同地狱里的恶鬼，群巢出动。有个德尔里铜矿，就在阿尼玛卿的脚下，挖了10几年，还在挖。牧人们忧心忡忡地说，半夜都听到挖掘机不停挖矿的声音。前几年，他们以造福当地的名义，用很长的时间挖了很长的隧道。前几天，我们穿过空空的隧道，开车的落单自言自语，这里面原来的东西哪去了？63，矿场既服账，受祭的时间未到，却被那些恶鬼攫取，末日来临也就不足为奇。左手持矛，右手挥臂，他们会为灾难欢欣鼓舞，因为冰崩之后，铜、黄金更多的矿脉会暴露在外或滚下来，任由他们扑上去争抢。啊，那么多的金光闪闪。64，草丛中开着一种蓝色的花，像细长的小喇叭。卡提亚摘了2、3朵送给我，让我想起以前写的诗。土伯特的蓝罂树在土伯特的山顶开放。土伯特的蓝罂树啊，为什么他们都想摘走它？但你说他们摘走的只是它的幻影。土伯特的蓝罂树永远开在土伯特的山上。65，帽檐遮不住的下巴日渐深色，艳阳下敞露的手和手臂的颜色更深。这是朝圣的印记。远在苏州的马蓉说，4年前他去转岗忍不起，满脸这样的印记，久久不退。卡提亚第一次走在这路上，正值好年华，被沿途的神灵与牧人见证了。如今他依然绰约迷人，只要清晨醒来，刻不容缓地喝下一杯热咖啡，任谁也追不上他的矫健步伐。66，艳阳当空，群山蔓延，从凌驾于头顶的高架桥下穿过，路边蓦然出现一个硕大的汉字，美，好惊诧。